农业总初期逢带论所有嘅一级主管开莫拉克风采在后重建主任记者会议时间讲，喺中央政府同民间团体共下合作下，重建呢脚步起稳。睇白白风采过后，持续提关心在后重建呢公民记者朱铁英用夜镜头记录屏东县嘅重建工作，唔看到嘅呢係冇共用嘅情形，更加路談論以下向去看去談災民嘅心聲。拿着我们的堆土机油的怪手，我们已经有186件工程完工124件了。屏东县政府一级单位主管拿顿图卡调不提屏东县嘅地图档項，象徵也將近1年嘅88在後嘅重建，各單位所負責嘅業務成績唔會難。主要案件，屏東正要啟動，屏東發光發熱。記者會後。縣政府還製作咗一本清態嘅書，地背地地道道寫有9大項嘅在後重建成果，看得出來，地方政府官員對重建進度嘅滿意度中下提面向，但係一般民眾敢感受得到政府嘅重建進度。公民記者朱慶英拿頓攝像機記錄在其重建嘅過程，1年來。對屏東縣政府所公布嘅成績，尤其係農業轉型部分，看到嘅實係冇共用嘅場景。這個林邊溪還是高屏溪，真的已經可以讓我安心的開始進行我人生的下一步的階段嗎？所以，我們不論是拜訪過這個養殖業，還是蓮霧農，大家其實都在打一個很大的問號。採飛列車時啊，提鐵橋當項，也就為係林邊海嘅出海橋，88水仔造成林邊嘅冬天其他淹水，也錯鐵橋嘛本地方民眾怪罪係淹水嘅主因。朱慶英用攝像機拍縣政府1年來提林邊海嘅水準成果，土量做薄、太公包擋水嘅做法，縣政府對在後重建一切嘅角色，但係朱慶英認為。縣政府忽略嘅在地富港農民嘅身份問題。扣除掉這些投資成本之後，而且還是貸款來的，那他們必須要的3餐維持家計的部分，很顯然都還在靠88零工。田地流失，地草移動，山崩土石流等，帶來了安居、遷村、生計、富裕等諸多問題。紀錄片說明呢，水災發生以後嘅種種樣貌。朱慶英表示，21年來，其老嘅屏東縣嘅災區下邊，對山黨都開省協助原住民部落防災內統嘅建設，還有唐災民嘅心聲。看到慈善團體嘅物資一步一步嘅向災區送，還建設安置嘅永久窩。看到社會投入嘅愛心，卻看唔到縣政府團隊重建嘅能力。那這一年，我們總檢討政府一些在角色上的作為，好像不是丟給民間做，就是躲在慈善團體的背後說一些話，然後就忙着是年底的5都選舉。以當年成立在地嘅公民記者身份，看到在地重建嘅狀況，朱慶英受理嘅講，假使今年還有風采，更會有新的在地產生。安尼嘅事情千不能受理。假使新的在地發生，無論中央還係地方政府所承接嘅係目前重建嘅經驗、錯誤嘅累積，還有現行嘅累積一切架構以後，政府更還有喇叭嘅財力同愛心來做重建工作。安尼嘅想法更會幸福。客家新聞潘成旺評論報道。